讲到最近这流感和新冠疫情拢伫咧加悬，顶礼拜国内新冠病例有515例，是这5个月以来上界悬的纪录。台湾疫苗推动协会今仔日发布2023年10大疫苗新闻，其中这流感、肺炎链球菌，也有新冠病毒新闻，拢排伫咧前3名。医生也讲，这过年前后天气较冷，是流行传染病高峰期，民众爱赶紧去注疫苗，保护家己，避免重症。台湾疫苗推动协会拜三选出2023年上有影响力的疫苗10大新闻，其中前3名拢和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有关系。台医生李炳英指出，尤其过年前后天气较冷，是流行传染病的高峰期。进前疾管署自10月开始，都提供流感、肺炎链球菌和新冠3大疫苗给民众注。伊特别呼吁囡仔和65岁以上的老大人，要按注疫苗，避免重症。老大人吼，伊可能爱注3种疫苗，流感疫苗、那肺炎的链球菌的疫苗，个新冠疫苗，这3种吼，这3种疫苗，互相的之间呢袂互相去干扰着，所以一旦间一时间注3种，迄是无问题的。最近唔那流感、新冠疫情嘛咧压起来。疾管署就有公布，顶礼拜新增加的新冠本土病例有515例，是这5个月以来上悬的纪录。疾管署预估刷来3礼拜有关会继续摊烧，而且副署长罗一军嘛表示，过去捌确诊，也是进前有注过旧版的新冠疫苗，若准超过半年至9个月，会使讲是用要无保护力咯。伊嘛呼吁要未注新冠 XBB 疫苗的民众，上好爱赶紧去注。已经打超过9个月以上，事实上你现在的保护力是几乎是归零，所以我们特别还是呼吁民众能够维持这个已经打过疫苗的保护力的话，必须要再接种1剂。这个疫苗+1在这一季的这个疫情流行来讲是很必要的一个措施。另外，根据疾管署预估，新冠和流感疫情会伫咧过年前1礼拜达到高峰。新冠一日会有15000人确诊，也那流感是1礼拜会有15万人去围着。罗伊军强调讲，新冠病毒的变异度一直拢有在变化，建议民众嘛要像当年注流感疫苗同款，爱注新的疫苗才通有保护力。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